各位荧幕前关心健康的好朋友，还有初次见面的新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在节目第一个开始，我想请大家先闭上眼睛，稍微回想一下，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过这样一段令人心有余悸的恐怖经验？就在夜深人静、万籁俱寂、您正睡得香甜，甚至还沉浸在美梦中的时候，突然间小腿阵阵很疼。这种痛楚真的可以用痛不欲生这4个字来形容，让您痛到在床上抱住腿打滚，全身冷汗直流，想大叫却又因为太痛而发不出声音。好不容易等到那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慢慢缓解了，您揉住酸痛僵硬的腿，喝了口水压压惊，心里想住，大概是这几天太累了，或者是年纪大了缺钙吧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然后翻个身，试图继续睡。如果此刻的您正是抱住这种心态，请务必停下手边的工作，认真听我接下来要说的每一个字，因为这种忍一忍就会好的侥幸想法，如果不改变，很可能会让您错失身体发出的致命警讯。在中医的整体观念里，身体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疼痛，不通则痛，通则不痛，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。每一次的抽筋，其实都是身体内部阴阳气缺失掉，向大脑发出的强烈求救信号。即便是在西医的急诊室临床现场，我们也看过太多因为忽视腿部反复抽筋，最后被诊断出严重血管阻塞，甚至引发肺栓塞而危及生命的遗憾案例。俗话说，人老腿先老，许多中高龄的朋友，大约60岁上下，甚至更年轻的族群，就开始频繁出现夜间小腿抽筋的状况。在医学上，这称为夜间腿部抽筋，在台湾的老年族群中发生率非常高。据统计，超过1/3的长辈都有这个困扰，但绝大多数的人都把它当成是老化的必然现象，误以为腿抽筋是老年人无法治愈的老毛病，只能默忍受。陈医师今天要特别强调，这绝对不是一种需要默默忍受的痛苦，它的背后往往隐藏住复杂的生理机制，甚至是严重的循环系统危机。首先，我们要结合中西医的观点来彻底拆解这个健康地雷。我们会详细分析造成腿抽筋的6大元凶，教大家5个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做到的预防撇步，以及万一发生抽筋14个能立刻缓解剧痛的救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会明确告诉大家哪5种情况是身体亮起的红灯，必须立刻就医检查。我们先来探讨一个有趣的问题：为什么偏偏是在安稳睡觉的时候发生抽筋？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缺钙。缺钙确实是原因之一，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。如果我们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仪器，肌肉抽筋其实就是这台仪器的电路或液压系统出了问题。第一个常见的原因，我们称之为肌肉过度疲劳与虚弱，这常发生在许多刚退休想积极运动，或者是突然心血来潮想做体力劳动的长辈身上。例如，平时都在家看电视，散步运动量不大，突然有一天为了带孙子去游乐园玩，或是为了大扫除，走了一整天的路，做了比平常多好几倍的运动量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新陈代谢快，睡一觉可能就恢复了，但对于我们中高龄的朋友来说，随着年纪增长，气血已不如年轻时旺盛。中医认为，脾主肌肉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脾胃功能衰退，运化水谷精微来濡养肌肉的能力也跟着下降。当您过度使用这些耐力已经下降的肌肉时，在高强度的运动下，肌肉会消耗大量的津液与气血，并堆积大量的乳酸和代谢废物。到了晚上睡觉时，肌肉想要放松修复，但因为废物堆积过多，气血供应赶不上神经传导的需求，就会产生异常，导致肌肉不由自主的强力收缩。这就像一条橡皮筋，如果您长时间把它拉得太紧，它就会失去弹性，甚至突然反弹。所以运动固然好，但一定要循序渐进，量力而为，过犹不及。第二个原因是许多人容易忽略的睡姿与寒湿环境。很多长辈喜欢侧睡，觉得像虾米一样蜷缩起来睡最有安全感，
最暖和，或者在冬天盖住厚重的传统棉被。试想一下，当您蜷缩入睡或者厚重的棉被重重压在脚背上时，您的脚掌是处于一个向下压的状态，这等同于您整晚都在做踮脚尖的动作，这会让您的小腿肌肉，也就是解剖学上的腓肠肌，整晚都处于收缩紧绷的状态。这种紧绷持续好几个小时，一旦到了凌晨，也就是中医所说阴气最盛的时候，气温下降，人体阳气内敛，血液循环变慢，这时候如果冷空气趁虚而入，虚弱就会因为温差刺激而收缩，稍微一点动作就会引发痉挛。中医常说寒湿阻滞经络，如果睡觉时脚不受凉，寒邪就会凝滞在经络中，导致经络气血运行不畅，进而产生疼痛。这就是为什么冬天夜间抽筋的案例特别多的原因。接着我们来看第3个原因，这与体内的生化环境有关，也就是津液不足与电解质失衡。我们的肌肉收缩与放松需要钙、镁、钾、钠等电解质离子在细胞膜内外穿梭，它们就像是传递信号的介质，如同控制肌肉开关的微弱电流。中医说肝藏血主筋，我们的肌肉韧带就是筋，肝血充足，筋脉才能得到濡养，变得柔软有弹性。如果肝血不足或是筋液亏损，筋脉就会变得前枯、僵硬，容易痉挛。如果您白天喝水不够，或者因为夏天天气热流汗太多，甚至是因为怕半夜起床上厕所而晚上不敢喝水，导致身体处于脱水状态，这会造成血液变浓稠，电解质浓度失衡，进而导致肌肉控制系统短路。很多受抽筋困扰的长辈，一问之下，一天喝水量都不到1000毫升。我在这里要特别呼吁所有长辈，千万不要为了怕上厕所而不喝水，那是噎废时因为缺水导致的血液粘稠、血管阻塞和肌肉痉挛的风险，远比晚上起来上厕所要严重的多。水是生命之源，也是气血运行的载体，没有水，气血如何流通呢？第4个原因是肝肾亏虚与神经老化，这是不可避免的生理现象，也是中医非常重视的体质问题。60岁以后，我们身体的肌肉量会逐渐流失，这在医学上称为肌少症。同时，连接肌肉的神经传导速度也会变慢，神经反应会变得比较敏感且不稳定。中医认为，肾主骨生髓，随着年纪增长，神经逐渐亏虚，对骨髓和神经系统的濡养变得不足。这就像家里的老旧电线，外面的绝缘皮破损了，稍微碰到一点干扰就容易短路走火。老化的神经更容易常放电，可能只是一个翻身或者冷气稍微强一点这种微小的刺激，在年轻时完全没问题，现在却会引发肌肉的过度反应。所以频繁抽筋其实是身体在提醒我们，肝肾阴虚了，要更注重保养精血。第5个必须严肃看待的原因是气滞血瘀导致的循环障碍，特别是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或是长期抽烟的朋友。这些慢性病会导致动脉硬化、管腔狭窄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周边动脉阻塞疾病。当腿部的血液循环受阻，动脉发生阻塞，肌肉组织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分，就会发出抗议，产生抽筋和疼痛。在中医看来，这叫久病必有瘀，淤血阻滞经络，心血不生，旧血不去，心脉失养。这种抽筋通常不止发生在晚上，白天走路走久了也会痛，这叫做间歇性保形。如果您发现自己不止晚上抽筋，白天走路也容易腿酸腿痛，走不动路，那就要高度怀疑是血管塞住了。第6个原因是药物的副作用。很多长辈因为慢性病，每天要吃一大把药，虽然药物是为了治病，但是要3分毒，有些药物确实会增加抽筋的风险。最常见的是
降血压药中的利尿剂，它会加速水分和电解质的排出，导致体内钾离子和镁离子流失。另外，降胆固醇的是他汀类药物，在部分患者身上也会引起肌肉酸痛和抽筋的副作用。如果您发现自从换了新药或是调整剂量后，抽筋变频繁了，请务必在回诊时告知您的主治医师，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停药，那样非常危险，必须由专业医师评估是否换药，或是搭配中医调理来减少西药的副作用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明白抽筋的原因有多复杂了吧？它绝对不是单纯补钙就能解决的，而是牵涉到气血、经络、脏腑、神经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。既然知道了治病齐转，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呢？陈医师这里有5个结合中医智慧的生活实用锦囊，不需要花大钱，只要您愿意持之以恒地做，效果绝对非常显著。第一个锦囊是顺应生理，调整睡眠环境与姿势，请大家试着改变习惯。睡觉时尽量让双腿放松伸直，或者膝盖下方只做微弯的支撑。为了避免垂足造成的肌肉紧绷，您可以在脚踝下方垫一个小枕头，或者是把毛巾折叠起来垫住。这样做有2个好处：第一，让脚踝稍微高于心脏，利用地吸引力帮助血液回流心脏，降低静脉压力，这叫顺水推舟。第二，可以避免脚板被棉被压得太死。另外，如果棉被真的太重，建议换成轻软的羽绒被或蚕丝被，减少对脚背的压迫，同时做好腿部保暖。夏天避免冷气直吹脚底，冬天则可以穿宽松的睡眠袜，保护好三阴交穴位，不让寒气从脚底钻进去。第2个锦囊是睡前5分钟的导引伸展，这非常重要，就像车子跑了一整天，熄火前要保养一下。我们常说筋长1寸，寿延10年，拉筋可以疏通经络。推荐3个简单的动作，大家今晚就可以试试看。第一招是推墙运动，双手扶墙，前脚弯曲，后脚伸直，后脚跟用力踩地板，您会感觉到小腿肚有拉扯、微酸的感觉，维持30秒再换边做。这主要是在伸展足太阳膀胱经。膀胱经主一身之表，拉开它能振奋阳气。第2招是坐姿勾脚，坐在床上，双腿伸直，用手去勾脚尖，往身体方向拉。拉不到的人可以用毛巾套住脚底板来拉。第3招是躺在床上做的脚踝帮浦运动，转动脚踝顺时针时拳，逆时针时拳，在左脚被勾起压下的动作。这组动作能有效拉开紧绷的肌肉，促进末梢血液循环，把堆积的病理产物代谢掉。第3个锦囊是补充肌肉燃料，调和阴阳，也就是水和电解质。建议长辈们每天喝水量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。我知道大家担心夜尿，策略是白天多喝，晚餐后少喝，但是睡前1小时可以喝1小口温水，润润喉咙，避免身体整晚前烧。至于电解质，不需要特别去买昂贵的保健品，要补不如实补。香蕉富含钾离子，中医认为肝能缓急，甜味食物能缓解痉挛，深绿色蔬菜如菠菜、地瓜叶富含镁，牛奶、坚果、黑芝麻富含钙质。这些都是天然的宝库，特别是黑芝麻更是滋补肝肾的佳品。肝肾足则筋骨强，建议每天适量摄取，能养阴润燥，如养经脉。第4个锦囊是动静平衡，避免久坐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如果您整天坐住看电视、打麻将，下半身血液循环一定变差，气滞血瘀。建议每小时就要起来活动一下，如果不方便走动，坐住也可以做踮脚尖的动作，反复把脚后跟提起放下，这个动作可以帮助腓肠肌收缩，让它像第2颗心脏一样把血液用力打回上半身，这对预防静脉曲张和夜间抽筋非常有效。
而且在中医里，点脚尖还能刺激足少阴肾经，有补肾气的功效，一举两得。第5个锦囊，定期检视药单，中西医结合。前面提过了，这需要您跟医师药师配合，特别是如果您同时看好几科的医生，一定要把所有的药单拿出来对照，避免药物交互作用加重电解质流失。如果西药副作用明显，不妨寻求专业中医师的协助，透过中医药调理脾胃肝肾，往往能缓解这些不适。我们做好了预防，但万一病魔还是来敲门，半夜突然抽筋了该怎么办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慌张，缩成一团不敢动，那是错的。陈医师教大家4个步骤的急救法，请务必记在脑海里，关键时刻能少受很多皮肉之苦。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是反向伸展，以柔克刚。抽筋是因为肌肉过度收缩变短了，我们要慢慢的、温柔地把它拉长。把腿伸直，手抓住脚趾头，慢慢往身体方向搬。如果抓不到，就赶快下床，面对墙壁，脚掌平贴地面，身体前倾。记住动作一定要慢，要柔，太快会拉伤肌纤维。这就像在解开一条打结的绳子，您越急助用力拉，结打得越死，要慢慢的顺开它。第2步是轻柔按摩，行气活血，等到疼痛稍微缓解，肌肉不再硬得像石头一样时，用手掌从脚踝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推按，这能帮助血液回流。可以重点按揉小腿肚中间的位置，力道适中，以感觉温热舒适为宜。按摩能帮助紧绷的肌纤维松开，让气血重新灌注进去。第3步是按压承山穴，这是中医非常有名的止痛穴道。它在哪里呢？当您踮起脚尖，小腿肚后面会出现一个人字形的纹路，这个人字顶点凹陷处就是承山穴。顾名思义，承山就是承受一座山，它是膀胱经上的大穴。用大拇指用力按压下去，会有很强烈的酸胀感。按压3秒，放松1秒，重复5次。这个穴道直接作用于腓肠肌，对于缓解痉挛有利肝健饮的效果。如果方便，也可以按压膝盖外侧下方的阳陵泉穴，这是筋之会，专门治疗一切筋的病症。第4步是热敷善后，疼痛解除后，用热毛巾或热敷电敷在小腿肚上10到15分钟，热气能让肌肉彻底放松，促进局部血液循环，带走残留的不适感。在中医叫温通经络，但要注意温度不要太高，避免烫伤皮肤，特别是糖尿病患者，末梢神经感觉比较迟钝，要格外小心。用手背室温，觉得温热舒适就可以了。讲了这么多预防和急救的方法，最后陈医师要划重点，这是今天最核心、攸关生死的关键。哪5种迹象告诉您，这不是单纯的抽筋，而是要命的急症，如果出现这5大讯号，请务必立刻就医，甚至要挂急诊。第1号危险讯号，单脚红肿热痛。如果您的腿部只是抽筋，还莫名其妙对肿起来、摸起来发烫、皮肤发红，这非常可能是深层静脉栓塞，也就是血管里长了血栓。记住，这时候绝对不能按摩，因为按摩可能会把血栓推掉。这些血块如果顺住血流跑到肺部，就会造成肺栓塞，那是会瞬间夺命的。所以，特别是常抽筋的人，如果发现腿突然肿起来，这是非常危险的警讯，立刻就医是唯一的选择。第2号危险讯号，抽筋后持续疼痛僵硬，长达数小时，
甚至数天。一般的肌肉痉挛在伸展按摩后10到20分钟内就应该恢复正常。但如果您过了好几个小时，甚至到了隔天腿还是痛得要命，僵硬到走路都不舒服，这可能代表肌肉有严重的拉伤，甚至神经或血管出了大问题。第3号危险讯号，整只脚发白、冰冷，摸不到脉搏。如果您摸抽筋的那只脚，发现它比另一只脚冰冷很多，像摸冰块一样，而且脚发麻，甚至在脚背上摸不到脉搏跳动，这可能是急性动脉阻塞，代表这腿的动脉血液循环完全了。动脉是负责输送氧气血到肢体的，如果塞住了，肌肉组织会缺氧坏死，这是非常紧急的状况，严重时甚至面临截肢的风险。第4号危险讯号，抽筋伴随呼吸困难、胸痛，这是绝对不能轻忽的。如果在腿抽筋的同时或发生后不久，您突然觉得喘不过气、呼吸困难、胸闷、胸痛，或是咳出血来，这很有可能就是刚刚说的腿部的血栓跑到了肺部，引起肺栓塞，这是致死率极高的急症，分秒必争，请立刻叫救护车。第5号危险讯号，频繁抽筋伴随双腿无力、麻木，例如走路觉得脚软，使不上力，或是觉得脚麻，像隔住一层东西，甚至伴随大小便功能异常，这可能代表您腰椎的神经受到压迫，像是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或是脊椎狭症。这种情况需要做详细的影像检查来诊断，及早治疗才能避免神经压迫恶化，最终导致瘫痪。各位线上的好朋友，身体是肉做的，不是铁打的，它给我们的每一个讯号都有意义。痛则不通，疼痛就是求救。今天陈医师苦口婆心讲了这么多，就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些知识听进去，转化成保护自己的力量。不要觉得抽筋是小事，更不要觉得忍耐是美德。面对健康，我们不需要忍耐，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认知和积极的行动。古人说，上工治未病，最好的医生是在病还没发生前就帮您调理好。最好的医生其实就是您自己，透过改善睡姿、注意保暖、均衡饮食、适度拉筋，我们完全可以避开这些皮肉之痛，甚至预防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给陈医师一个鼓励，并且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，特别是家中的长辈。懂得越多，遗憾越少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，有健康的双腿，我们才能走得更远，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